啦，区域要挂啦，区域要死，区域要死，赶快止损，赶快止损！止损，拔网线吗？啊，搞到了，搞到了，搞到了！靠背，他是挖尾巴，各位，他是挖尾巴，走了这。我止损，我止损！哎，出生！以为这群乐色。我以为你要用什么生命粉尘之类的东西。真的死损，他是挖各位，拜托。我还想说，哇，这种关键危急时刻，蛙哥是要想出什么好办法了吗？他妈的跑去挖尾巴！危急时刻要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自私猎人，畜生。